边的，因为今天我们的位置比较特别，我们今天终于可以一排有2个人，一排有1个人。还记得我们上个礼拜之前是怎么做的吗？一排1个，所以我们因为这个疫情有点趋缓了，我们得到一点放松，所以我们可以更多人一起来到主堂一起聚会，这是一个何等荣耀又感恩的事情。我们给我们的神一个最大荣耀的掌声，好吗？哈利路亚！我们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主啊，我们今天预备好要来到你面前，我们要来领受这份恩典。我们要从你的话语当中领受这份恩典，我们要从敬拜当中领受到这份恩典。今天早上，今天的主日就是我们领受恩典的时刻。我们数到3，我们一同来祷告，跟神求一个恩典，说我今天要得到一个恩典，是这个财务的恩典，是爱情的恩典，是财产的恩典，各项恩典你需要的跟神求。数到3，我们一起来祷告，1、2、3。哈利路亚！主啊，我们感谢你。主，让我们今天在这个时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就是要得到这份属天的恩典。主，这份礼物你为我们预备，是专属给我们的。主，你给我们有敬拜你的恩膏，敬拜你的恩赐。主，你让我们有唱歌的恩赐。主，你让我们有服侍你的恩赐才能。主，我们要献上给你。哈利路亚！谢谢你，耶稣。今天早上的任何时刻，交在神你手中。主，你让我们一同与你一起得到这份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的名，阿门，阿门。跟你身旁的人说，我们要来敬拜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起拍手来！不管你在现场，不管你在线上，不管在 M 楼在哪个地方，神与你同在，一起说。先颂赞，为主我神。先颂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哈利路亚！全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唱哈利路亚，为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为主我神。全颂赞，很简单的歌词，从头来敬拜他。全颂赞归于我们的神，从头来说。全颂赞，为主我神，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随着音乐自由的摇摆你的身体啊！哈利路亚，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从头预备好你的心，再次说出我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敬拜他。我们齐声献上，同心敬拜。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唱哈利路亚，敬拜他。哈利路亚，为主我神。荣耀哈利路亚，荣耀哈利路亚。全颂赞，全颂赞，为主我神。我救赎主，我救赎
给他一个击掌，说我们要一切的歌颂赞美归给我们的神，哈利路亚！一切歌颂赞美，好久没有唱了啊，一起来预备来！一切歌颂赞美都对我主我的神，你是配的歌颂与赞美，我们唱哈利路亚。我们高声呼喊，高举耶稣是
们预备我们的心，我们来做一个祷告。我们跟神说：神啊，你的圣灵现在来充满我们。主，在这个时刻，你的圣灵也充满这个教会，你使我们一同得到这个恩典，你使我们一同得到这个属天的祝福和恩典。我们数到3，我们一同来祷告：1、2、3。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主，我们向你来祷告。主，今天早上我们求神你的灵充满我们，主，求你的圣灵浇灌我们，你让我们得到这份属天的恩典。主，你帮助我们，我们要将献上为祭给你。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主，我们要称颂你，我们要来赞美你。哈利路亚，耶稣。主，你要起律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之处。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主，我要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主，你已经找到了我，已经找到了我，使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哈利路亚！在这安静时刻。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要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说出哈利路亚，求你让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使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使我全然心靠。再多一点，耶和华，我们来敬拜他的主。对主说，主啊，你是主，你是主。
你们来唱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最后一次，对主说耶和华。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弟兄姐妹依然站立，我们一起来攻读新的诫命。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你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因此就认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弟兄姐妹，请坐。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赞美你，因着今天早晨可以一同聚集在你的殿中，用诗歌来敬拜赞美你，我们献上感恩。我们真诚来到你的面前，为要得恩惠蒙连续。求你赐下圣灵，做我们随时的帮助。我们需要你的光照，显明我们隐而未现的罪。求主让我们看见，指教我们悔改。若没有圣灵的动工，我们会继续沉溺在这罪中。慈爱的主，恳求你的光拯救我们，使我们不再惧怕，因为我们是神的儿女。所有的丰盛富足、平安喜乐，都是从你而来。过去几个月严峻的疫情当中，因着主预备众同工的恩赐，让我们教会能及早的准备，从实体的聚会转换成线上的礼拜。如今疫情已经缓解，并且恢复实体的聚会，虽然人数上仍有所限制，但是我们渴慕与主亲近的心没有距离。这段时间，不怕有弟兄姐妹受到惊恐捆绑的心，仍然受到辖制。主啊，恳求你与我们同在。无论我们在疫情当中遭受到何种的困苦、愁烦，甚至是人生的低谷，也不要怕遭害，因为我们的主与我们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们。虽然我们不知道将来会如何发展，但我们知道全能的父神正掌管万有，跟随你到底的必定蒙福。愿你加给我们信心和力量，使我们战胜撒旦一切的谎言和试探。我们诚心的祷告摆在你的面前，求你来掌权，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报告，本会消息，本主日为总会所定周年事工奉献主日，敬请兄姐踊跃奉献及代祷。第二点，本会将定于12月第一主日，连续召开第42届长职选举临时和会，直到选举完成。为了帮助选举顺利进行，本会定于本主日举行直系候选人初选，结果将作为小会提名候选人之参考依据，敬请全体在籍陪参会员协助配合。第三点，右昌教会公告，配合政府防疫政策，本会所有相关实体聚会已陆续恢复为实体或线上并行的方式实施。说明如下：本会已获得内政部核准，以活动场所之楼地板面积同时间之室内聚会。那主日礼拜的部分，还有早祷会跟周三祷告会的部分，再请兄姐参考周报。第四点，本主日下午3点半在主堂召开10月份定期长职会，敬请全体长职出席，单位首长及同工列席。第五点，本会1楼广场新铺设油漆，请骑机车到教会聚会的兄姐停车时勿立中柱跟锁龙头，以利同工安排停车位。第六点，本会2021年下半年度装备课程，在本周五的晚上7点半到9点半开始开办，敬请报名的兄姐准时参加。第七点，本会定于10月24日礼拜天下午3点，在教会主堂举办领袖训练装备会，敬请各牧区小组长及外展事工单位组长参加，请向区长或办公室报名，以便统计人数，当天备有晚餐。第
第8点，本会定于下主日10月10号举行2021年重阳主日敬老活动，65岁以上寿星赠送寿桃，请于当天主日礼拜结束后向办公室领取。70岁以上的寿星，就是民国40年次，本会致赠红包祝贺。70岁的是600元，80岁1000元，90岁2000元，100岁3000元。名单请参考第8到第9页。第2大项肢体消息。第1点，学青牧区定于10月23星期六上午10点半于敬拜中心举办失亲儿关怀福音茶会，欢迎有意愿前来参与服事的义工，可向名家报名。协会有开立关怀服务的时数。互助社第1点，社员消费低利贷款额度15万，年利率3.6%，截止到11月30号。第2小点，社员在职军公教警贷款的额度是30万，利率也是3.6%，时间也是截止到11月30号前为止。代表消息，请。我报告哈。各位弟兄姊妹，大家平安。感谢主哈，欢迎大家今天能够在主的殿中一起敬拜哈。今天我们有几位我们要介绍的哈。第一位就是晚年小组的一个 Mr. 叫做匡春香姊妹，不知道在哪里。好，我们请她起立哦，我们来拍手欢迎她，欢迎你参加我们的礼拜啊，上帝赐福你。好，请坐。第2位是张幼琪姐妹，张幼琪姐妹在，好，在这边哦，欢迎你啊。还有一位是乌凯花子，乌凯那个叫做凯欣的哈，凯欣姊妹哈。母女，凯欣姊妹是朋友嘛哈。好，昨天我们在市立殡仪馆，我们有一个丧礼就是我们惠儿姊妹的令尊哈，翁金坤弟兄哈，他是在台北信主他过去在我们这里哈，所以就在高雄葬在基督教感恩年感谢主神的恩典让他得到这个救恩，而且领受那天上的福分他已经回到天家安息。今天他的家族他们参加我们的礼拜，也表达对大家的代祷关怀帮助感谢。我们现在没有拍手，请他们起立给大家好像献个礼谢谢大家感谢大家，不用拍手好，请坐他的家属请我们也为他们代祷，就是带领他们前面的道路能够走在蒙福的路愿神赐福他们。那我现在要来做一些比较，因为我们今天是有执事候选人的一个初选的初选就是不是正式的选举，但是你的选举你的帮助是很大的，所以牧师就打一个我们怎么样在一个长子的初选当中其实是执事执事的初选能够与神同工。我们做什么事，我们做什么选择，其实都是在做神要我们做的事，那我们就能够带来祝福。神的祝福就借着我们临到我们的教会在他的国度。好，下一页我们教会是长老教会我们一任的长子是4年4年就要改选一次。其实4年就是我们在这个任期当中，我们跟神立约。我相信我们做神的工，神一定会帮助我神不会把过重的担子放在我的肩头上他既然选召我，他一定负责到底。所以我们感谢主一任是4年，但是一任有的可能年纪到了，有的可能要觉得我现在在服事上可能没有办法那么好的配合，我可以休息这都是选择，但是都要祷告那神也会兴起他要使用的人所以感谢主
那我们右昌教会人才济济，很多人都是神要使用的人。其实每一个人都可以被神使用，但那长子有长子的侍奉。我们成为一个信徒，成为门徒，其实我们都可以来服侍神所以长子不是说现在的那个监督牧师，不是，是要帮助牧师完成教会的意向和使命第二个是为要带动教会复兴所以我们愿意谦卑做仆人做我们各位弟兄姊妹的榜样这样的人来担任长子，就是教会属灵的领袖。来，再接下去，所以我们要祷告，用神的眼光，不是我的眼光，因为人是快看外貌，上帝是看内心。我们都是被神感动，我们能够显出在信仰的品格上有智慧、有信心、圣灵充满、圣洁忠心、谦卑顺服，愿意舍己为身，和神同工，和神的仆人同工。那这样就是一个很棒的长子。来，再下去。那我们在生活上应该有灵修生活的榜样，生命见证、小组的服事、十一奉献、福音布道。他有了榜样，当然就会带来很多人愿意委身，愿意跟随。那我们的教会就会带来极大的祝福所以最后一章，我们应该用祷告来选择最佳人选。可能很多人看到我们这一章要选举的400-500个，可能甚至找不到。你选择你所认识的人，觉得他很棒倘若没有那么多，我们这里有写说你不要找现任长子，因为现任长子都是当然的候选人，所以不在里面，找不到曾经担任过长老的，他不能再当执事，这个也不用选因为长老教会的选出的长老，其实他终身就是长老，是不是现任的？可能不是现任的，但是我们也称呼他是长老，因为这个是被按立的被按立的，这个跟一般是不同的那执事我们70岁，我们大概就没有选举，所以我们就在可能里面不见得都拿得那么完整，但是大部分都我们会查然后教会的前子同工也没有选受洗没有满2年，或是从其他的长老教会到我们教会还没有满3个月，或是他在外面上班，真的要服侍很困难，我们尽量就不选当兵在学校读书就不适合所以我们的会员，我们这些是可以被选的，你可以勾选你认识的那这里写24名以内，选的太多就变会票那因为我们要帮助小会做一个提名我们要在24名以内，你选不了那么多没有关系。各位弟兄姊妹，因为教会需要有人起来服侍，好像摩西一个人要做那么多的工没有办法，他就选择能够有好名声的能够敬畏上帝的诚实无妄的人恨恶不义之财，就是品格很好的人，或是在初代的执事就是有好名声的，圣灵充满了他智慧充足了。所以我们请我们用祷告，弟兄姊妹，你的帮助能够让教会很多好的人才，国度的人才，这不一定是社会的精英了上帝国度的好人才被选出来能够来服侍神带领我们整个教会能够有更大的复兴请我们也为此祷告。我们今天有时间你就勾了，可以拿到办公室打签或是打勾都可以，不要超过24位。那到10月10号下个礼拜之前都可以拿到办公室，或是拿给我们服侍的同工长老在那边的也可以，那都到办公室那我们就会做统计，成为一个提名的参考。倘若我们10月17号小会提名后来顺利，11月会公告2个礼拜，这些人选大家觉得好的没有问题的，我们可能在11月中我们就会提前会举行那个长子的选举，因为盼望
明年的元月的第一主日能够就任。原本是7月初选，9月改选，12月1号就要12月的第一主日就要就任，但是今年碰到疫情，没有办法，大家都在线上，没有办法。各位在线上的也可以听牧师这样讲哈，你可以若是会员的，找时间到办公室拿这个初选的名单哈，你也可以推荐哈。那希望我们整个选举都能够顺利，让神的家能够有人来服侍，让教会得着复兴哈。谢谢大家，请大家为此摆在祷告当中。好，感谢主。请弟兄姐妹翻开圣经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诗篇84篇第5节到第7节，弟兄姐妹翻到，请看我来攻读。诗篇第84篇第5节：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便为有福。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他们行走，力上加力，个人到锡安朝见上帝。愿上帝的话祝福我们。今天讲到的题目是走向锡安的道路。我们请翁世军牧师。陈牧师娘，各位兄弟姐妹，大家平安。平安。今天分享走向锡安的道路。锡安这个地名呢，在圣经里面常常出现。在台湾也有一个锡安，在台湾有个锡安山，就往那马夏的半途中有一个新约教派，叫锡安山。然而，为什么当时候以色列百姓要走向锡安？这个锡安对以色列百姓来讲有什么样的意涵？锡安，它就是耶路撒冷。锡安可以更广泛的指示以色列的地。在圣经里面，这锡安这个地名呢，总共出现了165次。我们今天透过圣经的经文当中，知道这是一趟朝圣的旅途。然而，在这一趟朝圣旅途当中，在路途当中是崎岖难走。圣经在诗篇84篇第5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这人便为有福。”诗人在走向锡安的时候，是边走边祷告。他们用行动来表示对锡安或者对耶路撒冷的渴慕。为什么？因为耶路撒冷城里面有一个上帝的圣殿，他们渴慕神的殿。在经文当中的第2节说：“我羡慕可想耶和华的殿宇，我的心肠，我的肉体向永生神呼吁。”所以我们看到这里经文当中说，耶和华的殿宇就是指耶路撒冷城，就如同刚牧师说的，耶路撒冷城有上帝的圣殿。以色列百姓呢，他们渴望来到上帝的圣殿敬拜他，透过与神敬拜，跟上帝的灵交通，祷告使我们可以在上帝面前安静。安静干嘛？安静聆听神对我们的启示。这几天这礼拜，牧师跟陈牧师跟师母还有圣阳，我们去到台东布农部落禁食祷告3天。这个禁食祷告除了不吃饭以外，还有聚会时间很长，从早上5点半清晨开始晨更，每一场聚会到晚上9点多，10几个小时的聚会。当然，每一场聚会当中都有大概2个小时的休息。然而，禁食不吃饭的这样的敬拜，在肉体上
已经是一个对身体一个提出了一个挑战。然而在禁食祷告当中，还要专心的去聆听牧者们的教导或分享，的确是体力上很大的挑战。然而在3天的禁食祷告这样敬拜的特会当中，虽然肉体是疲惫，但我的灵里、我心里却是满足喜乐。阿们。所以我们看到，当我们与神交通，我们敬拜神，我们祷告神的时，我们可以从神那边领受他话语的启示的教导及安慰。所以我们知道，当我们祷告时，你可以跟神倾诉你的心里的难过，你也可以跟神祷告，讲出你心中的喜悦的事情。就像你跟一个好朋友来讲你最近所发生的大小事，上帝如同你的好朋友一样，他倾听，他愿意听。神有话也成为对你的启示。所以我们渴慕神是一个很重要，因为渴慕是代表一个生命力的表现，渴慕代表你对神的向往。所以我们要对神有一个神圣不满足感。什么叫神圣不满足感？因为只有在神里面，我们才有深深的得到满足，你才会从神里面领受的灵里面的满足感。就像刚刚牧师说的，我3天的禁食祷告，虽然肉体已经很累了，没有吃饭，虽然10几个小时的聚会，坦白讲，你说不累，那是骗人的。但你这个10几个小时的聚会，3天累积下来，我离开时，我是心里充满了满足跟喜乐。阿们。我去之前是空空的。我跟我们小组分享说，在过去牧会当中，我常常的为了牧会讲道而翻圣经，我为了分享，我必须要预备信息，我是为了服侍。然而我很少时间可以自己安静，真的分别为圣，能够亲近神。其实我是带着很渴慕、很高兴的心，坐火车去到台东的地方，3天的禁食祷告。我在那边，我跟神认罪。我想到过去，我跟谁讲什么话态度不对，或者我跟何牧师讲话态度不对，或者我的服侍的工作真爱领的协会，或者成人牧区，或者我自己牧养的小组，或者整个右昌教会的教牧团队，在那3天当中，我有很多时间来花时间跟神祷告，透过祷告仰望交托。所以我去那边的时候，是真的是完全的放下，完全的经历神。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看到，当我们心里有神圣的不满足感的时候，你会像口渴的人，你需要一杯水一样，这样渴慕，这样需求性会出现。所以当利未人他们来到耶路撒冷上帝的圣殿当中，他们带着一个渴慕的心，再次要来到锡安山敬拜神。各位兄弟们，如果以植物来讲，我们都知道有2种植物是水根植物。我们常吃的水莲，没有？水莲是种在水里面的。还有什么？菱角或菱角是种在水里面的。除了这水根植物以外，一般的植物是种在土里面。然而我们知道，你要让一棵树来成长，那个树根呢，你不能常常浇水，因为树根会怎么样？会烂掉。然而树根不能常常浇水，那你要多久浇一次，才会帮助这个树的成长？比如说，你1周浇1次水，那个树根会觉得它吸的水分不够，然后帮助树根往外拓展。当树根往外拓展时，它会
吸取在附近土壤里面的很多的水分，来帮助它的树的树叶跟树根的发展。所以你会发现，当你树根往外不断的发展、往外扩张的时候，它将会供给它整个树木的营养的需要。所以树根越庞大的扩展，那树木就越怎么样粗壮啊？有没有看过榕树？榕树，你看榕树的树根往外扩展，有没有？榕树会不断的发展，然后呢，树叶非常的茂盛。所以你会发现，如果榕树的气根如果垂下来，你不剪气根你可以随手就把它折断但如果你气根不折断，让它不断的往地下垂下来，那个气根会吸取那附近土地的营养跟水分，那个气根会越来越粗，怎么样？那到最后那气根就折不断，榕树就越来越大。有没有看过国泰人寿那个榕树的那个 mark？最经典是那个成大校园有一个榕树，很大的榕树。各位兄弟姐妹，我们属灵生命当中就是要有这样像树一样的不断的扩张，觉得不够，所以往外扩张，往外吸收。所以我们神圣的不满足感，就是你觉得你属灵生命当中你不够，你渴慕，你要不断的去装备学习，让你的生命不断的成长成熟。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信仰一样，透过你的学习，透过你的装备来支撑你的服事的观念及力量。阿们。所以我们看到有一种人是他无法成长。什么人？你觉得什么人他无法成长？对，自以为很好的人陈牧师根本不这样子回答。自以为很好的人，因为我信主了，我很好了，我够了，这种人是绝不会进步的，因为他已经没有，他都觉得很好，他不需要进步了，所以他当然没有进步的空间。所以我们信仰不要自我感觉良好，所以我们要有神圣的不满足感，觉得自己不够好，自己不够坚定，观念不够进步，我们不断去领取、吸取我们的一些装备昨天整天我们在副堂有40几位的兄弟姐妹参加幸福小组的训练。参加完之后，昨天晚上我们小组就在聚会的时候，我们这个小组里面有4个人报名参加，每个分享都说：“哇，听了杨牧师的分享，哇，心里惭愧。为什么惭愧？人家对灵魂的负担，人家对传福音的那个技巧，怎么切入，怎么讲话，他们讲的非常的淋漓尽致，而且非常的到位。而我们过去都觉得传福音就这么就这么简单嘛我们忽略很多眉眉角角。所以我们昨天小组分享说听了真的惭愧。这个惭愧没关系，代表是好事，代表我们听的时候发现我们会反省，我们会有进步的空间。阿们。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要有神圣不满足感。你的生命当中是不是有这样的神圣不满足感？有欠缺呢？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佑昌教会是一个什么？祷告的教会。我们每天早上5点半的清晨怎么样？来祷告。我们周3的祷告会，各位兄弟姐妹，我们要常常去透过我们的敬拜，我们跟神的灵亲近。透过敬拜当中，我们领受神话语的喂养。使我们的观念，使我们的态度都正确。阿们。阿们。所以跟你隔壁说，那个就是你。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在当时候以色列百姓，他们是边走边祷告，充满对上帝的感谢，充满对上帝的赞美。你刚刚来教会的时候，你在半路上你做了什么事？就开车，就骑车。
哎，什么事？那就看红绿灯啊，根本什么事？你有没有在边走边祷告，或者边开车边祷告边感谢？过去以色列百姓他们去往锡安山的路途当中，他们是边走边祷告边赞美神，但别忘了，他们就走在锡安山的路途当中，他们是充满坎坷的路径的，是不好走的路。然而他们心里却没有发出半点怨言，他们心里充满了感谢，他们心里充满了对神的渴慕，他们牢牢抓住上帝，他们充满了力量。所以在诗篇84篇第5节说：“靠你有力量，心中向往锡安大道的人，这人便为有福。”各位兄弟姐妹，我们依靠耶稣基督，耶稣基督是我们的盼望，我们靠着主充满了力量，使我们心里更渴慕他。我们昨天研经释义当中，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读到，在申命记第1章提到，在以色列百姓有12支派，每一个支派都派一个侦探，去到亚摩利人的山区去侦探，看那个地方的长的果子，看那个地方好不好攻取。然而，这12个侦探回来回报，其中有些侦探回来跟领袖说：“哇，你们曾经背逆上帝，他憎恨你，上帝带领你们出埃及，就是要把你们交在亚摩利人手中。上帝带你们出埃及，就是要消灭你们。而且不止这样。”这些侦探呢说，那地的人很高大，那地的城市呈高到入云，高耸入云。哇！百姓听了，哇！我看不要去啦，去就赴死的啦，去温戏文哇，是负面，非常负面。然而，另外一些的侦探回来说，不要怕，上帝要带领百姓向前走，上帝还要为你们打仗。你们要亲眼看见过去上帝在旷野当中怎么带领你们，如今上帝也会带领你们往那个他应许的土地去。奇怪了，12个侦探去了看的是同一块地，看的是同一个地方，为什么这12个侦探回来回报的却是截然不同？有些人是非常负面的回报的内容，但有些人却是充满了信心跟盼望。为什么？各位兄弟姐妹，当我们依靠神时，我们看到，我们会看到神给我们的盼望，神会给我们的祝福，你会充满了力量，你会急于想去到上帝给你的祝福的地方，所以是充满力量。难道那一些回报回来的是充满负面的人？你会看到这些人的眼界都定睛于人的身上，定睛于他眼睛看到，他没有看到眼睛所看不到的背后的上帝，所以他当然充满了恐惧，心里没有力量，他当然不敢往前走啊，一定的啊。所以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要看见上帝在我们生命里面带给我们的盼望及祝福，所以我们要靠着神不断提升我们的生命。所以你内心要有什么神圣的什么不满足感？跟你隔壁说，你要有神圣不满足感，预备来。因为神圣的不满足感带给你的是一个充满往前走的力量。你千万不要成为一个什么自以为是啊，自以为满足已经很够的人。对，谢谢牧师。有时候转不过来，你不要自以为很满足的人、很够的人，这种人是最不会进步的。
所以你我生命当中，当你被呼召成为基督徒的时候，各位兄弟姐妹，神在你呼召的蒙恩的时候，神就应许了你未来的祝福。这时候你就要一个带着渴慕的心，主啊，我不够，主啊，我不够，就像口渴了，你需要水一样，你都有那个需求性不断出来。所以我们生命当中就是这样。所以当以色列百姓要走向那个西安的道路当中，他们会经过什么？经过流泪谷。圣经说，他们经过流泪谷，叫这谷变为泉源之地，并有秋雨之福，盖满了全谷。各位兄弟妹，流泪谷又称为干渴之谷，它的地方就在死海的附近的一个低谷。那个地方是过去通往以色列、通往耶路撒冷的一条古道路。那个古道路是一个非常干燥的路，不仅干燥没水，而且是一条很难走的路。很难走是要往上坡走，往上爬坡的走。各位爬山的人都知道，要爬坡已经很累了，那个路呢又不好，满地的石头，很难走，对不对？那时候的百姓就是走那种路，他们要往西安的路，并不是一条康庄大道。各位兄弟们，如果是你，你会边走边骂：这个上帝搞什么鬼啊？他带我走的不好走路，也不平坦一点，路也不好一点，带我走什么路？这路这么难走。如果你对神是没有信心的，你一定会边走边骂。你跟隔壁说不是你啊。各位兄弟姐妹，这朝往耶路撒冷西安的地方是很难走的路。这个流泪谷又称为秋雨。为什么？因为每年10月、11月的时候都会下雨。对那些要往西安山的人来讲，那下雨原本一点雨水都没有，透过那个秋雨，给那些干渴的人可以及时的有雨水的供应。代表什么？上帝一路都看顾这些朝圣者，随时提供他们的需要。各位兄弟姐妹，讲到这里，你有没有想到，我们台湾在那个上半年，不是水库缺水，缺到怎么样，都要轮流限水吗？水库水滴剩到快一滴都不剩了。你看，上帝透过一个云彩台风，轻轻的飘过，没有经过，没有侵入，轻轻的飘过，带来台湾的水库，每个水库都充满了水。哈利路亚！所以你看到，上帝就是这么奇妙，在你很缺乏时，他就及时的供应。代表神都看顾我们的需要，所以我们看到，对于当时候走耶路撒冷往西安的路上的人，在没水的状况下，神就供应他们。哈利路亚！所以你知道，神是耶和华以勒的神。从历史的角度来看，当时犹大王约沙法，他在位18年；以色列王约兰，他在位12年。当时候以色列王邀请犹大王还有以东，他们联合起来要去攻打摩押王。然而他们联军走了7天的路，发现什么事？发现了他走了7天的路没有水了。各位，你可以没有吃饭，但你可以不喝水吗？不能。所以你即使祷告的人都知道，你可以不吃，但你绝对不可以不喝水。我们何牧师都说我是属骆驼。什么叫属骆驼？你知道吗？对，我是不喝水的，不是我不喝水，我是喝很少水，一天喝的没有几 cc 的水，那这不好，那血液会很浓稠，容易中风哦。所以你知道吗？他们走了7天的路，没有水，刚好
先知以利沙就指导他们，在干渴的山谷当中挖壕沟，在那挖壕沟之后，隔天清晨，遍地都是水，满了水。我们可以从列王记下第3章，我们看到，这列王记下第3章说，次日早晨，约在献祭的时候，有水从以东而来，遍地满了水。各位兄弟姐妹，遍地都满了水，原本是干渴的地，却是透过以撒的建立挖壕沟，隔天早上就满了水。军队解决缺水的危机，联军就一举攻破了摩押城。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看到神就是这么奇妙，透过先知以利沙这样话语的建立，成就了美好的旨意。所以我们看到流泪谷这个地名是一个属灵意义。或许很多人走那流泪谷的时候，去往喜安山的地方走，走到流泪谷路难走，走到眼泪都快流下来，因为路难走，崎岖又没有水，当然会很辛苦。然而在这个路途当中艰难，神却让那干渴之谷成为泉源之地。所以我们要常常靠着神的力量继续走下去，神会使干枯之谷成为泉源之地。阿们。神也透过秋雨成为当时向往喜安的人有及时雨可以吃，可以喝。所以你知道巴勒斯坦是最炎热的地区，是非常干苦。然而透过秋雨可以滋润的土地。秋雨可以满了全谷的水，所以我们看到代表什么？干渴之谷满了水源之地。这两个是什么？是全然的不一样。然而神却可以使一个干渴之地变成泉源之地，代表神在这其中做一个转化。各位兄弟姐妹，当你还没信耶稣的时候，你的生命充满了愁苦；当你信了主，神的祝福、神的带领，让你从愁苦变为喜乐，是不是一个转化？阿们。所以神就是一个带人生命转化的神。神透过秋雨满足了人的生命，满足人的需要。或许你我人生我们会遇到困难，你这困难让你怎么样痛苦到流泪满面，但别忘了，上帝不曾抛弃我们，他会把我们问题转化成为蒙福的人。阿们。各位跟你隔壁说，你就是蒙福的人。阿们。所以我们的教会是一个祷告的教会，所以我们要常常带着不满足感来亲近神。我们要常常祷告。在疫情之前，我们的祷告会在副堂是满了人，在疫情之后来到主堂，却连一半都做不到。其实我心里看得非常的难过。我难过不是因为人数少了难过，我难过神啊，你的教会、你的殿，为什么经过疫情的3个月，人却变少了，渴慕你的人变少了？发生什么事？我跟神祷告，神啊，怜悯的上帝，求你帮助啊！一个教会的牧师，如果讲到很会讲，这个教会可能满了会友。然而，这个教会如果是耶稣不受欢迎，这个祷告会是缺乏了人的渴慕。所以，我们不要让对耶稣的渴慕缺乏，耶稣的受欢迎程度不要少。所以，跟你隔壁我们一起来祷告。
我们真的要一起来祷告，因为只有祷告成就了上帝的心意。所以我们看到牧师来介绍一个艺人，大家都认识，叫宋达明。宋达明认识吧？宋达明他是1998年出道。宋达明他透过孙叶叔叔的带领下，他在36岁他信了耶稣。他2005年受洗，他跟他太太洪百荣生了一个很可爱的女儿，叫她宝妹。这个宝妹出生时，他们一直抚养，但抚养了1岁2岁，那发现他的女儿的对声音的反应很迟钝，于是宋达明跟洪百荣他们就把他这个女儿宝妹带去医院检查，发现他的女儿的右耳是听力损害。当时候的洪百荣跟宋达敏他们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宋达敏他这样见证说：“我宁愿让这个身体的缺憾转移到我身上，宁愿在我身上成为缺憾，不要在我女儿身上。”于是他们夫妻带着女儿到处来求诊。宋达敏他见证说，他无法接受他的可爱的女儿宝妹是一个听力受损这样的事实。他曾经这样跟上帝咆哮说：“上帝啊，我都已经信了你，我都已经改变了，我还有哪里做不好？为什么你让我的女儿是如此的遭遇？为什么你要降祸在我的女儿身上？我不是信了你吗？我不是受了洗吗？为什么这个事情会临到我的女儿身上？”他跟上帝说：“你在搞什么？”他对上帝的感情一直很纠结。他对上帝一方面是敬畏，一方面渴慕，一方面仰望，但想到他女儿又很气上帝。上帝呀，你为什么这样对待我们？上帝呀，你为什么不行神迹在我女儿身上，让她的那个失聪的问题得到解决？然而，在他们夫妻软弱时，最愤怒的时候，上帝却没有离开他。然而，上帝依然透过话语，透过祷告当中安慰帮助他们。后来，他们夫妻终于明白，他们的女儿宝妹这样的耳朵失聪，是上帝的安排，是一种祝福。各位兄弟姐妹，虽然信了主，虽然受了洗，他们的生命依然经历到这样的流泪之谷，然而上帝却没有离弃他们，上帝一路带领他们，他们终于明白这是一个祝福。的确，我们的家人或我们自己遇到很多我们不期待的结果时，我们会有情绪问题，我们正处在那干渴之地或者流泪之谷。然而当你在通往西安的路途当中很难走、很累时，圣灵会行神迹奇事，上帝会在你的困难当中降下及时的秋雨，来成为你生命的帮助，让生命当中得到转化。阿们。所以上帝爱不曾离开我们，所以我们生命当中要持续的仰望神。你要持续仰望神，怎么样持续？你的生命当中要常常去透过你的读经，透过你的聚会，透过我们各样的聚会当中，去与神见面，经历神。所以我们看到这些朝圣者在走向西安的路途当中，圣经说什么？在我们看到诗篇84篇第7节说，他们行走力上加力，力上加力，个人到西安朝见神。所以我们看到在旅程的后半段当中，他们是力上加力。各位，如果你的属灵生命当中没有带着神式的不满足感去不断的追求，如果你是带着我够的人，自我满足的人，你是无法从神那边领受圣灵的力量，你无法走到那个西安那个
祝福。为什么？因为你没力了，你没有力量。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属灵的力量，你只是靠着自己。所以你知道，走西安的那条路途当中，不是给安逸的人走，那条路不是给懒惰的人走，是给愿意靠着神的人走，因为他靠着神的力量，他会力上加力。所以我们在服侍神，我们常会就说：“神啊，我要为你做许多服侍啊。”听起来对不对？不对，不是你为神做，而是神加添在你身上，给你力量，给你智慧，让你靠着神做你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你是配合神，不是你靠着自己去做神的事，去靠着神。所以一开始我们服侍说啊，神啊，我要帮你做什么啊？错了，不是你帮神做，神要的是你要靠着他的人做。神要是一个愿意配合神的人做，不是靠着你自己做。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在幸福小组，在各样的聚会，在各样的服事当中，千万不要忘记，你不是靠你自己，你要常常仰望神。阿们。你要从神的人领受那力量。所以靠人会倒，靠山会倒，靠上帝永远不倒。阿们。韩国有一个牧师叫做刘基成牧师，在我们3天的禁食祷告快结束的时候，大会送我们这本书。这本书是24小时仰望耶稣的人。他说：“你是否对天国存有盼望？如果我们对上帝所赐的天国有盼望，我们面对各样的诱惑，我们不会受诱惑，不会摇动。然而，我们看到有些社会有名望的人，他们受到诱惑之后，他们会犯罪。你会在新闻画面会看到什么？这个人不是很有名望吗？怎么突然被警方铐起手铐？像那个谁，那个魏应充有没有？他不是被抓被关起来，对不对？魏家不是很有钱，在社会地位不是很有名吗？难道他家的油是怎么样？土豆油来的，没土豆；麻油里面没有麻油，土豆油里面没有土豆。然后你问那什么油？机油吗？不是，它是合成油。他家的油他们家不吃，他都要吃进口的。只有我们这些老百姓才会吃他家油。当被发现的时候，他却被抓起来扣起来。各位兄弟姐妹，为什么？因为他一个贪字，因为他不认识上帝，因为他是一个实际的信徒，所以他没有靠着神的力量抵挡诱惑，所以他的贪用最便宜的成本做最高的价值。所以我们看到人都是这样，所以人一旦面对诱惑时，人没有想到他将来是要面对上帝的审判呢，他将来要面对上帝所有的交代，他没有想到，因为他不认识神。然而，一个认识神的人，即便面对破坏，他依然有信心的抵挡。所以，当基督徒的生命当中如果没有信心，任何的诱惑、任何的破坏，他随时随地都会妥协。我们周三祷告会牧师有讲到，《使徒行传》里面有一个司提反，司提反在破坏时，他被圣灵充满，他在死前看到上帝的荣耀，他看到耶稣站在天父上帝的右边。司提反他看到永恒的价值，他面对死亡，他坦然无惧，他连死都不怕。各位兄弟姐妹，一个人连死都不怕的人，就没有什么事可以威胁他。你怕死吗？你怕死吗？每个人都怕死。然而，一个仰望神的人，他只要靠着神，他连死都不怕，代表世界上没有什么可以威胁到他。他可以按着他的领受上帝的呼召，他可以
为主摆上。所以各位兄弟姐妹，在今生生命跟永恒价值当中，你到底选择什么？如果一个天国有盼望的人，他是不怕苦难，他是不怕失败，因为永恒的国度胜过世上的快乐。阿们。我们问一下哈，在场你在家里，你家里有装潢过的，请举手。你家有装潢过的？我装潢过的有啊吼，不要紧啦，我袂讲恁兜做这钱。假设你装潢的家是100万，然后在装潢的过程当中，你需要去租房子，你会再花15万在租房子上面装潢，等待那个房子，那个你的原本100万的房子装潢好吗？会不会？你去租的房子，你会再花钱去装潢来住了几个月，然后搬去你新家吗？会不会？不会。然而，我们的属世生命就这样，我们属世生命是短暂的，就好像你租房子一样。我们的眼界都投资在我们今生看得到的所有享受、所有娱乐，然而我们却忘记了我们永生价值的生命，那才是我们目标。所以以租房子、以装潢来讲，我们都把那个永生价值的价值放在旁边，把今生短暂的房子大量投资，那样会不会亏啊？亏会不会亏？亏啊！然后很多人都选择这个亏。各位兄弟姐妹，这就是没有看到属灵价值。所以，当我们生命当中有主的信心的时，我们的眼光不再一样。就像司提反一样，他连死都不怕的时候，他走的是什么？是上帝给他属灵生命的道路，是永生价值的生命。你看到了吗？所以，各位，当我们的生命走向那个喜安的道路当中，上帝呼召我们。虽然我们走的路会难过、会崎岖，但神没有忘记你们。虽然我们走的是流泪谷，但神却让我们流泪的谷、干枯的谷，成为丰收流水的谷。各位兄弟姐妹，我们生命当中，我们启动幸福小组，就是要让这些未信者的人看到永恒的价值。我们生命的投资，就是投资在永恒价值的祝福当中。阿们。所以你在走西安的道路当中，别忘了路难走，充满了挑战，但是却充满了祝福。阿们。就像耶稣说的，世上有2条路，一个是窄路，一个宽路。窄路难走，就是通往永生的路；宽路好走，很多人走，就是通往死亡的路。各位兄弟姐妹，在人生的抉择当中，你到底在喜恩的道路上，你选择什么路？愿神施恩祝福我们，在我们喜恩走上喜恩的道路当中，都有神的带领及祝福。愿神听我们祷告。喜恩的主，帮整万，透过我们的生命当中，让我们学习仰望神，因为我们知道永生的价值才是我们一群今生的盼望。愿主让我们有智慧来选择仰望你。愿主你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弟兄姐妹，我们一起从我们的位置上面站立起来，我们用这首歌，我们喜乐的来回应神对我们的爱，对主充满热情，对主充满盼望，一起拍手来敬拜他。从头来说，耶稣是我生命的亮光，照亮我的前方。虽有暴风雨把我挡，主我的亮主说他是我，他是我生命中心的力，是我抬头高望。他是我如鹰展翅上腾，飞跃在高岗上。从头
神蒙福的道路。我们现在开口。哈利路亚！主，我们赞美你，主，我们向你来祷告，主，我们要向你求助你，求主你要帮助我们，主，我们的生命要在你里面被你给扩张，主，我们的生命啊，充满了热情，对主你的道路充满了火热，主，你帮助我们，赐下更多的力量给我们。哈利路亚！主，你求神是你保守我们家庭力量智慧在我们身上。哈利路亚！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你继续的保守我们。哈利路亚！耶稣，我们感谢你，耶稣，我们赞美你，求主你继续的生命的带领。哈利路亚！耶稣，感谢你。哈利路亚！是上帝，求你施恩带领，让我们在走信仰道路当中，给我们力量，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力量，仰望神，走上西恩蒙福道路。愿主施恩助我们在面前一切的领受，祷告奉耶稣的求。阿门。弟兄姐妹，请起立，我们一起来唱奉献诗。我将所有献于耶稣，甘心乐意给主用。我要永远爱主靠主，日日常与主同行，所有全奉献。所有全奉献，所有一切献于耶稣，所有全奉献。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无论是钱财、工作、学业、家庭生活，都是你的恩赐所赐下，你全然配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甘心乐意献上微薄的金钱作为祭物，奉献给你所建造的教会来使用，愿你悦纳。同时也恳求你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智慧去运用钱财在各项事工上，让服事的同工被造就，福音被广传，教会被复兴。愿上帝悦纳我们诚信的摆上，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们。祝福差遣。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福你心灵安康。主的爱如流水冲走，与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见烛光。愿主的爱与你同在，无论你在何方。愿他赐
你分享他的爱，在那蒙蒙的黑夜见曙光。祝祷，请欧牧师。我们同心来领受天父的祝福，愿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与圣灵感动，常与你们同在，从今直到永永远远。阿门。弟兄姐妹，请坐，默祷散会。